这边也可以看。那现在就是慢慢的正常。那我们今天这个部位，我们看到那个感觉线是放在腰椎的部分，比如像这个是要做腰椎的。还好，还好。现在会让床先站起来。那一般刚刚看到的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躺着，一般的机器在做的。那这台它可以慢慢的站起来。那我们今天会让机器站到80度的角，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身体的重量往下压的力道会比较明显。可以站到90度。那为了病人的安全，我们不会建议站到90度，怕万一他站不稳会晕，或是，所以它还是有固定住，可是怕病人的安全，所以我们尽量就是不要打到90度。这个颈椎可以，颈椎也可以，对，颈椎可以，膝盖各个我们四肢的关节都可以做。那因为它是开放式的，甚至我们可以做一些动态的一些影响。是阿妈棍，我有去缀着，啊，北京病院拢用倒着迄个核磁共振咧扫，啊，因为拢平躺，啊做袂出来，啊，所以来遮秀传有一台会当变的迄个核磁共振，啊，所以讲我阿妈棍，才知影讲有缀着。会麻，啊，普通时啊，我暗时啊困拢袂麻，啊，在咱徛着，才会麻，安尼。啊，你敢捌去别位做过检查？捌啊，检查袂出来啊。啊，你敢知为虾米检查袂出来？因为我普通时啊暗时啊困，哦，都拢无代志，拢袂疼。啊，日时啊徛起来。啊，就是有当会酸，有当会麻，啊有当会疼。啊，只有检查拢无。啊，拄好秀传病有即台机器，啊，毋知过来遮啊检查，啊，确实事实做出来就是有去缀着神经。正一般都是躺着做的，然后呢会钻进去一个箱子，那它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站起来做，站起来做可以让一些病变因为体重能够呈现出来。第二个就是它不会把一个病人关在一个房子里，所以对那些幽闭恐惧的患者会有帮助。所以它的功能是一样的，只是说照射角度不同吗？还是因为这新的设备一定是不是有新的功能在？它就是核磁共振，但是它的不一样就是可以让病人因为角度的不同，能够把病变给看出来。好，背痛，它是站着痛，躺下就不痛。那你站着的时候会有体重会压到你的病变，可你躺着可能就没有，所以你躺着做检查，未必能看得出病变的严重度。所以我们让他站起来做，可以看到病变压迫的严重度，这就是这个核磁共振的特色。另外一个，它不会把病人关在一个房子里，一个小小的盒子里，所以对一些有幽闭恐惧的病人，它比较能够适应，这是它的特色。OK， 好。那我们秀传医疗是第一步吗？在秀传里面是第一步，对。这个检查有没有健保？有健保，有健保。